各位聽眾，佢在歡迎人到來收聽邊個學嘅節目。你變一個禮拜，我能夠俾個人講幾個故事了。因為這個禮拜。我讓人帶來改變，為這新疆哈，新疆為對嚟講幾個故事嘛，到底 Clubhouse 嗰邊嘅阿里巴巴Clubhouse 邊嘅Clubhouse 帶來改變介紹係成南西歡迎個大家好，個你冇自己呀，會過來咩？你當名稱係好。我用 echo 啊嘛，我後邊有 echo 啊。哦，有咩？實冇未睇到。แล้วก็阿蕉唔知困咗未？阿蕉，哎呦，驚小人多曬，做一下。阿蕉困起啊，阿玲困起未啊？阿玲嗰啲阿媽其實困嘅阿玲，但係佢開掉個拍咗。誒，我未困過。哦哇！แล้วก็ปอแกมตีเดี๋ยวแบบเดียวปอแกมตีอันนึง Hello， แล้วHello Dice Family ตอนที่YouTube เลยแล้วก็阿里巴巴อันนึง阿里巴巴就希望จะคุยกุย告诉ไป幾起來講กุย告訴阿里巴巴อันนึง一直都想聽幾個故事嘛 ？OK， 咁歡迎阿里巴巴，肯定會到對嚟介紹啊 Clubhouse 唔係 group chat group，Google Meet，Google Meet， 嗱嗰陣時到對嚟咁講 Google Meet 啦，歡迎到嘅，大家好，個 auditor， Hello， 大家好。個校長。Mana ada pengundi hantu? 阿龍，你小英冇中，你頭冇到啲中嘅。你在算你 camera 未咩？你 camera 未算，你咁掉到 computer 上。แล้วก็我俾件事玩，冇可能看到玩嘛。哦，我咪一直都嚟講。嚇，別你當晚就刷隻股啦。我直接俾聽就俾件事，我講茶菇講未了。個阿涵，歡迎阿涵。Hello， 大家好。所以阿涵我扎啲阿涵喺邊咯噃。就係大嘅阿涵，แล้วก็กิลี่歡迎กิลี่。Hello， 大家好。กิลี่你在拍環哦？不會咩？拍環。你特別會是啲，特別知道講幾個數數數就會幾開懷的冇。人後尾幾個故事會聽到上大聲，後尾幾個 music 會聽到上大聲，有聽到？冇聽到。冇 music。OK， 我開較大聲淡薄。我真係是冇大聲啦。OK。啊 background 淡薄啦，你聽到淡薄。我แล้ว這禮拜佢在跌到對啊，這個哩。你有發壞，但我發壞仔啊嘛。你咪壞咯，咪看呢邊咪較大咯。背。แล้วก็สำลักเศร้า冇出到聲，冇開 camera 一時嚟聽下。哎呀，有。我聽。OK， 歡迎。แล้ว這禮拜我較久冇落幾個數咯，到底係落幾個數？頂這禮拜我聽到幾，是頂個月聽到幾個數咧，是我去我朋友嘅厝落嘅嘛，所以係你就只個理由聽講頭嘅告訴佢了，特
特別人未聽過，人未放過。這是 future 嘛，這是 future，所以這真係未放過啦。然後這禮拜 OK，咱咪學咧咱嘅這個阿里巴巴成講成阿里巴巴都準備。阿里巴巴唔係講成，你唔係講成，你成學嘅你講成，because 我冇攞個 check 掉。OK。哦，一直做點物件個，冇影掉。OK，好，我學這個你講成啊，個你來，你講你這個幾個故事嘛？講得別嘅。這是係咪物件？按怎發生係咪物件？幾時嘅故事？十幾年前嘅故事，我甲我嘅媽甲我嘅小弟咧，我人去visit 我嘅媽嘅親 relatives 親戚，親戚佇Kota Baru。So 即個唔是我家己 experience 啦，是我小弟嘅。特別我佇迄兜啦，我家己做一個啦。特別即個是伊佇內面迄厝咯。所以即個厝咧是我媽嘅 cousin 嘅厝。所以伊嘅厝是真正大間嘅，特別是新嘅厝啦，伊家己起嘅啦。特別嘅厝咧是內面甘榜嘅喎。但係說伊嘅鄰居個了是甘榜嘅 area 來啦，伊一個厝成個真正大嘅，所以我人嘛甲伊徛咯，所以徛一暝，所以我甲我媽咧徛去一個房，我嘅小弟咧徛過一個房，所以即兩個房是side by side啦。OK， 所以嘛是 OK 啦 ，I mean。我是被感覺嘅咁物件咯，所以我小弟咧，甲了人對去困咯，暗暝了，等嘛去困，我甲我媽去困一個房間 ，and then 我嘅小弟嘛去困一個房間 ，and then 早起嘅時咧，起來嘅時咧，咱我小弟，我看到我小弟，做咩一上間無困着啊？你看咧，目睭晶晶啦，伊面臭啦。伊幾歲啊時？你個伊幾歲啊時？哦，迄時我人30幾歲咯。哦 ，OK。30幾，大漢了，這個我人是大漢，帶我媽轉去伊個 hometown 是Kota Baru來。所以帶伊轉去。Kota Baru 是哪裡來？Kota Baru。Kelantan。Kelantan。OK。So，伊嘛落來咯，我嘛看到伊，我講OK。佢咪就先哈。看成個你無困着啊！你看呢？你看到我哦 ，and then 伊無講啥物物件，然後講做咩路 ？and then 伊講。昨暝你聽到啥物物件哦，啥物聲哦？我講無啊，你都知啊，我逐擺困成個拄啊，你講。then 我媽本佇兜啦，特別我媽無講咩啦。then 我小弟就講，你無聽到物件咩？你無聽到物件落咩？落啥物？加落哦，落落來哈。所以我講無啊。佇倒咯，佇我房間咯。伊講去我房間咯。我講你房間安尼大，我房間安尼大，咱你門砍，我門砍，我唔能聽到。然後伊講是毋是啊？我昨暝我困嘅時候 ，and then 風險哦，迄拄嘅尺哦，干了拄落來你知？拄出來咯，落來，上間物件啊，你拄迄尺落來，你看，都加落去塗骹。哦，你甲你甲頭家講上講拄誒。拄是，我毋是講殺誒。OK。上間人殺迄。尺，所以一本啊，殺到甲你落個了誒，還是？即個房間哦，是我誒 cousin 誒，我媽誒
cousin 的囝的房间，伊人去到读册的，你知道？伊人用迄房间哦，做伊人的 study 的读册的位。哈，遐读册位，所以迄款的册咧是读册的册啦。伊的 textbook 係咪物件？textbook 啦 ，workbook 啦，迄物件啦。所以伊的圖吼無冚的啦。That means open。So 你若是迄冊落來啊，是 straight away 落來咯 ，directly 打漏的咯。So 昨暝我聽到，我若咧困掉，但係我袂起就，我看到迄物件打漏啊，我就知了有垃圾物件了，但係我袂起，伊講我袂起。所以我嘛 pretend 咯，pretend 講我困掉咯，pretend 我困掉咯。然後我講 OK， 等安怎？你伊講袂喎，過點加落喎。個有點加漏。所以唔是加漏佢咧，一本一本嘅撲，就撲嘅。一本按款成個 fly out 嚟，成個飛出來，你看就，你加漏飛出來加漏，你看。Then after that 講我袂打閒了，after that 我袂打，我 force 啊，我 force 我家己起來，你知道？我開會到了，and then after that。我閣再倒去眠床迄度咯，我真正閒，伊講我真正閒，我真正愛困。所以伊講 ，OK， 我困倒對了 ，and then， 我甲迄物件講，莫吵我了，我是真正閒了，我是愛困了，你莫吵我了。and then， 伊講 ，after that 我伊講，冇呀，閣再加落哦。個再飛出來哦，開會了，個再飛出來哦，嗰度夾漏。你要看到赤嘅啦，到啲頭靠嘅啦。就是咯，看到赤，伊無去夾，伊無去夾。你個無去叫咯嗬？無。OK， 我嘅小弟嗬，伊有一款嘅 special power 嘅。伊 actually 會看到，會 feel 到物件嘅，伊是莫甲人講。伊按細漢的時候，伊逐擺講伊會真驚物件，愛去樓頂一個人，愛去後尾一個人，伊真驚的。所以有相信即款的物件，我看伊是較 sensitive 啦，伊較會 feel 到即款的物件咯。所以伊講，我知即個是垃圾物件啦，then 伊講我無管 because 我3更半暝愛去倒落困，伊都毋知，伊莫吵我媽嘛，我所以講 OK， 我嘛 force 我家己困咯，所以伊真是困煞去咯，特別迄赤較了記骹度，伊房間開甲關。你人無感覺到啦，人無生 earthquake 嘅上面，唔是講係 earthquake 啊嘢。無喎，所以起來了吼，起來了，然後伊甲我講這個故事咧 ，and then 伊去樓頂 show 我人咯，伊赤個了，真是佢拖開到咯 ，and then 我嘅 cousin 咧起來了，你個是你 cousin 嘅厝啦，這是我 cousin 嘅厝，所以伊甲我 cousin 講咯，然後我 cousin 咪聽咯，聽 ，and then 伊講頂擺咧，迄個 villages 啊，迄kampung 嘅人啊，有捌甲伊講咧，伊人看到伊嘅厝咧，面頂嘅 balcony 咧，有一個查某，規來啦，是白色嘅啦，行來行去嘅喎。所以是伊係一間房嘅啦。唔是佢伊嘅 balcony 哦。所以唔是係一間房嘅 balcony 啊，是。唔是伊房無嘅 balcony， 特別伊嘅厝樓頂有 balcony， 所以伊嘅鄰居甲咱有捌甲伊講過，講看到即款即鬼行來行去白色嘅白衫嘅喎。特別伊家己無看到啦。So then 我嘅小弟嘛，我嘅小弟上個。伊有安尼款的 sensitivity 的啦，伊會 feel 到伊
伊会拉沙着诶，伊捌着几块诶，伊逐摆有去倒落啊，伊本有上甲入房间啊，我逐摆看到伊入房间啊，伊就要上甲。scan，無上我入房間嘅，你知我入房間啊，現衝入去啊，現衝入去，現坐掉，現，you know。伊是要 scan 你 room 者 ，sense room 者嚇。scan 來 scan 去嘅喎，我小弟，咱一坐掉吼，伊是坐掉，伊 focus 掉伊物件，我 focus 掉伊物件，伊無看來看去，無看來看去。所以我小弟有安尼款嘅 vibe 啦，you know。So so is any quanos then he got why cousin 講 then 我 cousin 講he neighbor 有法解講咯，any 款唔แล้ว你罵咧？你罵有呢感覺啊？伊無講喎。嚇！特別我識有當時，特別你講你小弟嘅，有當時我會唔看有當時。有時你下來講，有時你爸母可能會有安尼款嘅一本書會看到物件。Maybe 啦，特別你無啦，你死吧啊你！我是死吧，我驚自己房間本吼，我看到迄物件落去塗骹，我本無驚嘅。哦，我去夾迄隻，我看哦，蝦米隻，伊人愛困啊，你看到嘅。哦，所以你無啦曬，所以你看到驚。你是講你成，那些 OK，你看到蝦米你啦曬個驚咧，所以你見到啲房間嘅風險，有一個人安尼看到你，然後你袂驚咩？即係一個透明嘅咧，鬼咧徛到。就是我無捌拉曬到。你捌拄過？你家己 imagine 你冇袂個曬講，唔知我冇乜嘢驚，特別看過經驗過，一個看過驚袂驚，好呐。我有淡薄上加愈咯，我是上加愛看，特別莫看。上加我愛經驗着，特別無講真正愛啦。我是愛經驗，特別我是驚講伊手尾長。我是無是講手尾長啥，我無是講伊成個會做成個愈 psychologically 啊差亂愈嚟看我無咪是講，我驚我看到只隻。cases 還是鬼嘅戲，還是我聽故事啊，什麼嚇？唔是講一看嚇到我驚，係你是驚，係是低呢嘛，只硬呢嘛。我是驚，就是講伊成個伊直直移條路啊，可能愛都是就是感覺到成個人直直對條路啊，那邊就成個淡薄 paranoia 嘅，你看我 schizophrenia，你看我驚咯，我冇咩事幹，你看你。呀，就是我冇想到安尼深啦，講真啦，我是講我 believe 是有 spirits，我 believe 是有 spirits，there is spirits in this world，but 我是第一做咧是幫着我媽呢，伊過身過咧，我幫着伊我幫着伊嘅面，伊嘅蝦米，我幫着伊做物件，安尼款咯，哦，即係咪係咩嘢啊？Medan 唔是啲多嘅啊？咪係咩啊？怎麼幹字？咪係咩啊？印尼做多，Medan 做多嘅啊？彩虹啊，彩虹對，彩虹了啊，彩虹講，但所以伊樣愛插亂嚟看到人，因為因為伊會看到人魯西吧嘛，看到一就呵，無驚，走去看係咪邪啊？阿龍，係啊，阿你爸爸對哪位？冇事未？伊未夠你講嘅嚇？誒，開麥啊喎！開麥啦！呢段是邊呀？阿你爸爸開麥啊喎！哎呀，馬提講啊，你 OK 啊？好。要講下歡迎你讀啲嚟了啦！哎呀，你就唔少嘅啦。嚇，OK，嚟你講下你嘅鬼嘅故事啫，即係係咪聲嚟嚇？啲當時裝嘅聲。我唔就係講我成日每講係咪數啊？我嘅電話會你超出嚟啊！條叮咚嘅聲，我應咗數嘢。係咪超？哦，人叫 wave 咯係啊。會超啊！
哦，人 wave 都叫你 jet 下，就叫 wave 都，依個你講啊。我去訂只隻到咧。哦，你去訂就是人照，你去訂，你是講你看到人嘅 profile，你去訂就是乜你照樣嚟講話開房。問訂啊，問訂咧，冇啊，你照啊，呢個就係 hide，你咪呢條 hide 掉嘅，呢條係 hide 掉嘅，呢個就係 hide，把燈你對面，呢條係 hide 掉嘅。哦，你是講一啲人係。OK，แล้ว這是阿里巴巴頭一擺嚟嘅人講幾個數嘛？啊，請講，伊個幾個數係咪看咪無相，冇乜聽過。我無睇，無上，你相信幾無相信幾？用伊即個 Clubhouse 嘅 assistant， 無相信。我伊無相信幾嘅，特別個幾個數，伊甲因講中相。嗰隻彈咗咯，嗰隻彈咗咯。哦，轉叫你看就轉叫。好啦，這是紅音是，我看下嚇，伊出南西喎，啊南西叫嘅喎，南西叫，係咪嘅？啊是大媽都叫到南西。唔知啊，我電話掉一個手叮咚叮咚叮咚。你講嘅你成個幾個數，你乜電話隻手？你冇啊嘛？我冇叫伊啊嘛，已經攰你幾個數，我冇叫伊啊。九九八你個叮咚叮咚嘅喎。是啊，冇啊，冇叫咯。先頭揸一個 episode。哦，你叫伊嘅數下，大媽都叫伊嘅數。伊去超快，你未起來嘛？你咪唔威伊哦。嚟。哦。12點嚟。佢呢隻會嚟個。嚟起來。OK，所以伊是成個英國中呢。你係 one of the 第一件嘅幾個故事啦。我聽人哋人邊啲學人講嘅。喲，你電話一直去喺隻 room 嗰個 lift。你 chat room 咩啦？而家 chat room 唔能講話要等咩啦？我訂咧，我一度出嚟。chat room。chat room 啊，哦，邊啊人講話是 chat room，等我 test 佢，我 test。係咪先 ？chat room 咩？chat 不能講話，一天可以 notification。你冇啊？我 type test 冇。阿三垃圾講，冇啊。阿三垃圾好似冇啊。南西 test 咧都有喎。哦。是咩？啊，南西 test。南西都 test 啊。咁就冇啊。你冇啊？嚟！即是嚟啊，是未學用夠口。嗱，經我係勁叫伊點啊，我叫。啊 ，OK， 南西去 instruct 人啦，當點啊，可以講啦，告訴大家啊。OK，嚟。terima kasih。誒，嗱個真，佢真係嚟啦。誒，你看到伊是 wave 路嚇，你看到伊 wave 路是唔是？大媽南西路 wave 就伊哦，你要叫伊來是路 wave 就伊哦。冇啊，我頭一個 episode wave 前我到900。哦，路 wave 掉啦，但係是唔 acknowledge 個。OK，單未聽嘅。路 wave 掉伊。就一刀，特別是真正貴。嚇，特別伊。你 cancel 到 wave 啊？嚇，你就 cancel wave 咯，你當然 key 伊個 wave，伊 wave 出來是你 key 咗個 leave 伊 room。我 off 掉迄個 wave 邊架聲。嚇，你 off 未？我 off wave 掉。安怎 key 我唔要 key。OK， 看過嚇，看。都叮當個。你等。對。叮當啊！你等一隻對過去啊。reboot 咯，係咯 ，reboot 咯，而家成家 Christina 講咯 ，reboot 掉咯誒，將白青講 reboot。冇啦，你出來那個就是了。講單路哈。了索。唔係人講嘅你估。誒，我幾隻有嘅 technology 嚇，而家嗬。唔使個有冇。係啦，等下。嗱，誒幾隻有嘅，幾個咧 technology 唔夾嘅咧係曉嘅。online 啊，係咪夾嘅咧會曉？Clubhouse 會曉。OK，嚟咱 try 講下。我估唔使講。你是無相信鬼啊？嚇，就是對無相信，因為我唔捌看到啊。但是小英有看到，但是無看到真正嘅。哦，你講嘅，你講到咪翕到誒，翕到物件誒，對。對。嚇，嚟講。喂 ，IP cam 翕到嘅是，佢再嚟咧，叮當佢再嚟咧。喂，厝嘅 IP cam 嘛。嚇。我一個 IP cam 我是我啲大門嘅位嘅。
啊了，即个是2年前嘅事，無你2020，迄個是2年前嘅事咧，嚟2019嘅。有一日真正落雨真正大，應該是4點幾點聲啦。แล้ว我 IP cam 我有 set 嘅嘛，set 到對我 handphone 嘅位，我是講有人行過也好，有貓行過也好，伊翕效應啊無 send 好啊，你知哦。แล้ว頭一張 send 好啊，我就開嚟講。等陣，你爸爸等陣。你嘅 sound 是 actually 是 astroawani.com 嘅。notification。你是唔是有開掉？你 notification 係 mute 哦，你撳你聲。是你 astroawani.com 嘅聲嚟嘅。哦 ，in news 接來是彈下。你 in news 接來是。我就喺冇咩上 clubhouse 攞啲。我冇聽過。我講你聲係意思嘅。哦，有聲是 clubhouse 出嚟之類聲，係咯。你 handphone 嘅位啊？handphone 位啲。你 handphone 是 Android 還是 iPhone 啊 ？Android 你係撳你 notification 嘅聲。iPhone 位我是無開。哦。我知啦，應該是我是 link 個我 laptop 嘅是，按照講上一個 email 啊，可能這邊彈咯。我冚掉阿溫呢嘅 result 先。掉冚掉阿溫呢嘅 result。其實，嗱唔係 result 咧。個羅南晒鬼啊！南西龜就爭食牙咧，就已經海到命咯。奇怪哦，我都冇多運意啊。係咯，隻牙。而家見咩？我睇 lift 嘛，我就冇做緊。但是迄個手，我啲 query，迄個手個出來，迄個手出來，我是寫南西名嘛。我哋手出來冇手出來是寫南西名。冇聲。你手出來是特別冇肯去 check 嘅咩？你。If you 抽出來時，你使定 join wave 係咪 accept wave 係嘛？冇啊！你抽出來，我嗱講頭定嚟講，一條接嚟即嚟意思但係意思係你攞啦，一拼攞來 ，OK 啊，對咯 ，OK 咯，接嚟整啊，但係是拼攞接棒嘅時候 ，OK 嚟，แล้วOK，你 IP。你 set motion detection。頭一張嘅，我是冇人做叫啦，但是我就講是，咱咪講 set 嘅時候，有物件過啊，好，伊就對翕條效應啦，伊是 send 互我嘅handphone嘅位，互我知嘅嘛。然後我嘅款 set 咧，就是講，因為較早一陣時，我有一個 case 講，我對監幫嘅時候，我係鐵門啊，我冇白電線嘛，白嘅你想一。plastic 嘅棒啊 ，plastic 棒啊，就買個苗調接嚟，調接嚟幫曬啊苗啊，แล้ว可能唔知學見啦，嗰時冚唪啦嗬，即係梗係碎呢，燒到我規間厝，規個鐵門啊，แล้วตกแล้ว嘢 plastic 嘅你好價錢燒咯，過了後我就到一個，樣時嘅嚟燒你棒啊，你 plastic 嘅棒嚟燒佢啊。可能是伊人佚佗，應該新疆嘛，伊人佚佗咧煙灰啊，是阿咪咯，了規個迄個棒燒去了後了我就倒一個 IP cam 咯，倒了 IP cam 是安尼進度好是安怎講倒無久爾啦，我會記講倒無久，然後有一日落真正大雨啊，點先？唔知真正大，你睇，迄個是到2019年7月嘅點先吼，應該。了頭一張翕互我嘅時，我看嘅時，一張效應是，安怎講無開白白嘅效應，我有 send 呢個效應互 Alan 咧。阿龍，你俾學我看，你係 screen share 啊 ？screen share 你嘅 computer。那是你嘅效應，佢到啲 computer，你使 get ready 嗰啲 computer app 嚟啊。我叫我 WhatsApp 嚟咧。OK。哇 ，OK， แล้ว講咧，一啲報條可能好玩看，所以你是看到頭一條，你一 send 嚟你 phone notification 時，你就看到啦。時咧，對，我看到時咧，我就趕緊去開門看咧啫哦。你到厝啦？佢就暗，就我話啦，我行咯。
啊，我都做因為我破病咧，我就無做工咧，我就變成多處理嘛。哈，แล้ว我就慢慢開門，我大了嘅房間哦，甲我嘅大門哦是惡我呢，你知哦？會使講行4個下步就出看到開到門咧，你知？頭一間房間我嘅門，我嘅厝是可能你開大門了，我入嚟就是頭一間房間了嘛。門嘅頭一個門喎，甲我頭一間房間嘅哦是惡我呢，你知？這邊嘅多邊，我就趕緊走去開門看。這邊啊，這邊嘅多邊。嗱講。我入門嚟講是這邊是房間咯 ，OK， 這邊是房間咯，啊咧多邊是壁咧，我諗多 flat 成款嘅嘛，多邊是壁，你開門，你門一開嘅了是都壁嚟嘛，啊了這邊就是嗰一間房間咧，了我就走去開大門看咧暗咯，無半行咯，無半行，啊都看到對小英嘅事。就有啊，我開 video 嚟看咯，咱嚟看到對 video 嘅嘛，對唔對？แล้ว IP cam 加 CCTV 上嘅嘛，你看到對之前嘅事嘅嘛，對哦。แล้ว我就開哦，啊，你看 video 嘅時看無半行哦。我看到，哎呀，無半行，啊，你小英 send 我嘅時就有哦。แล้ว這是頭張啦，嚇，可能阿龍所講嘅是頭兩張咯。แล้ว第二張嘅時咧，嗬。一點聲會嘅講警察是差不多半點鐘嘅啦，過再一張來哦，第二張來了後我嗰隻走去開起來看哦，冇哦，呢時間應該是一個是多啲差不多5點哦，一個是多啲5點幾時哦，應該是可能點聲嘅啦。哈，我覺得每隻10 6點，10點嚟啦。第二張咧是5點35分，下晡嚟。你識 zoom in 佢大下，差不多半點鐘咯，嗬。click 住嚇。咦，這是係咩物件嚟？一支卡，我看到。你講無卡，特別我看到一支卡。我看了無特別合啲。一支手，我一個人。我看了，嗱，一成個一個人嘅手。嘛，無半行嘅嘛，看才是白白。啊，這個對，這個白白，你先看到白白嘅聲啊，是看到人嘅聲，哈。白白嘅聲嘅，我都先看到白白，哦 shit，有本來我看到成個人看到了，伊一頭 send 啲位，阿龍你 click and drag send 啲位，click 本頭張時我看白白時，哦，我是想我是想講結辣嗰時係咩嘛，我就開門看了無了，就我認為咗係結辣了咯。結辣是講咩？怕你講是哦。哦，是啊。怕你講嘅貴嘛。แล้ว就買去關你咯。啊，我先看 video 咧，無半行咧，我就買去關你啊咯，就當都無事發生咯。啊，你第二張來嘅時候看咧，較清楚淡薄嘛。你看咧較清楚嘛，一支卡，啊了一支手嘛，對，一支卡一支手嘛。對。應該可能是我嘅camera 是 keep 起咧，我一行翻過去。所以咱會看到，啊了，我哋想個人直直講，直直聽咱講幾個數嚟講，嚟講看到迄個物件是伊人是鋪起來嘛，伊骹無踏地嘛，對唔對？骹無踏地。我問你阿里巴巴，你看到嘅時候，即係是你 start 聽別人學見啊未？未個。我兩時可以教你喎，我未聽過，我別人學見是今年甲聽嘅嘛。哦 ，OK， 這是2019年嘅事嚟。OK， 這是按照啊，即我幫到啲 YouTube 嘅啊，當嗱是到啲 Clubhouse 上面看人，會使去 YouTube 去看啊，我當係到啲 Clubhouse 嘅。阿咪，我係到啲 YouTube 嘅啊，讓啲 YouTube 嘅 link 到啲訂閱。因為都以小英是出作品，我看到第二張伊 send 來了後啊，哈。所以第二張是看較明嘅，伊 send 來嘅時候，你是看到。แล้วรู้อันจะหาแล้วขอที่เขาจะเดียวต่อที่แต่หน่วยแล้วตัวขอได้ในเบ่งแล้ว我就看咩嗰隻走去開門咯，嗰隻走去開門咯，開門嗰隻看無半行喎，啊了就無咁玩咯，我就走入嚟到啲看我現本喎，係了，你就我現本多啲 just 掉嘅嘛，我就走開到啲video 咯，嗰隻看迄個點聲，嗰是無半行嘅，無人行過無半行嘅，啊了天暗呢，我就講是天暗呢。
阿龍，那麼你看是幾點啊？阿龍，這裡是下晡4點4:56，這裡是5:35。哦，佢是 within 我哋嗰時8點鐘嘢呢，抓8點鐘出嚟自己咯。冇夠1點鐘嘛，對。啊，對。出邊嚟嘅，抓出邊嚟嘅。對。呀，該病了喎。看我哋情形啦喎，看我哋情形啦。咱就無去上一個咱。我哋 camera 是有 infrared 嘛，對，伊暗暝是伊看咧黑白誒嘛，對唔對？伊暗嘅點時是伊看咧黑白嘛，伊若講日時本好伊暗嘅咧，因為落雨嘛，天真正暗嘛，伊咪變到黑白去咯，伊未變 color 嘛，對唔對？伊若講會變到 color 嚟講啦，嗬，就看較真正清楚咯。阿龍你使放棄佢就到，我俾學。但係慢慢呢，慢慢做咧就好啊。你 zoom in 下，我俾學make sure that 南西係即係運動會看到。哦，運動咧，運動冇看過呀？運動唔知道，下運動有啲嘛？運動我俾看，伊會看到一個一個效應。because 我看到是隻名，伊成日看到是成日一普通嘅人行過，特別步淡薄咁咯。แล้ว你看到伊個卡，看運動看會出無咯？嗱，我係看到伊小隻人清楚白衫白褲呢，แล้ว伊一支卡到啲後背夾正卡夾起來淡薄，特別多卡伊真格，你看到只柄喎，大仔啦，我覺得伊是正卡嚟就多卡嚟就，多卡掉，你知你講到啲裏面嘅嘛，到啲人嘅柄嘅嘛，而且你講啲裏面，伊大隻啲是啲正似動物嘅嚇。等位，所以伊是多卡啦，即係冇正卡啦。伊個機嘅真格，看下冰冰，成白白，成個人講七白色嘅真格要啊。Because by right，你講看到嘅話，應該是看到正卡，唔是看到多卡。辦動贏啊，辦動。嚇！伊 in me valid it goes。你講佢嘢。你是冇來，究竟啊？動槍啊啦！我等陣啊你啊！阿咪物件我無明白。蘇格里講 confirm 是幾來？蘇格里講 confirm 是幾來？講這是蝦米？是唔是伊個骹、伊個手、伊安怎個了嘅位置，伊會使起來講這裡先。不是，咱這裡好這裡旁邊的 type 出來。是這是啊！這裡嚇，這裡爸爸喂，咁都辦好，你不要話自閉啦，你話我未錄，我隻股冇用啊，這是啊！嗰時你我未記講嚇，係咪？股冇用啊嚇！阿 John 嗰一個嚇係咪？即個事發生了後啦，邏輯過了後啦嚇，我 camera CCTV 啦嚇，迄個 IP cam 啦，一頭拍去。哎呀，shit！一頭拍去。แล้วอันเจ้าก็มาโฟกัสแต่ว่าแต่โนโบให้ว่าแต่โนโบให้แล้ว我哋舊大貴啊嘛，唔係西亂亂笑嗰陣時候，我講過啊嘛。冇，伊是安怎但伊應該咱嘅 IP cam 我是安怎講24點鐘伊家己 record 嚟嘛，我諗會 memory card 係入去了喎，伊 record 搞不搞伊 memory card 了喎，木摸了喎，伊個仔安怎講啊？伊寫掉自證嘅喎，伊家姐個仔嚟國事呢，免人免去大字去安怎寫伊係咪啊？伊家己 automatic 伊家己寫家己嚟國個事呢嘛。แล้ว後伊邏輯那邊啦嗬，人邏輯嚟講啦嗬，伊個未了個嘛。伊就安怎啦？規個 CCTV 就講好險未開去哦，未開去。啊แล้ว memory card 啦嗬，我夾去係去安怎講？係去我嘅 computer 會看啦嗬，看未到本哦。แล้ว我嘅handphone有啲嘅，就是講我看到時，我是頭 screenshot 起來。哦，我看到時頭 screenshot 起來咧，我一定有啲咯。所以講，所以你講你 SD 卡到底你 computer 你 SD 卡是根本未 recognize 未看到你 SD 卡，還是你 SD 卡裏面看無伊個 video 這效應？看未到看未開到迄一節嘅record嘅了。哦，
哦哟，未开去啊，就係講伊半點鐘那邊，伊學你伊學你一個點上半點鐘那邊看一個所在啊，看一點看安怎講啊？半點鐘那邊，伊 range 啊，一下子 range 半點鐘嗰啲看頭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半點鐘一個，半點鐘第二個，半點鐘第三個嘛，伊無一頭叻嗰間伊。一點鐘、兩點鐘，反正你因為上長嘛，上長咧，人愛看袂到物件嘛，對唔對？所以講，伊互你半點鐘那邊，迄個人家己 set 的嘛。我 set 是 maximum 是半點鐘啦咯，半點鐘啦嗬，我看迄個半點鐘，吹無迄個點聲咯，迄兩個點聲甲吹無去咯。哦，特別你看到別個點聲啦，伊毋是完全無影啦，伊是未看到迄個點聲嘅啦。對，別個點聲看會到。แล้วว่า CCTV 一頭安裝備用咯，嗱講用嚟講咯 ，maybe 我插到對迄個 memory card 到 CCTV 會看會到咯，因為伊之前咱 CCTV 伊個 IP cam 啊，唔是 CCTV 啊 ，sorry，IP cam 啊，伊有好多一個 software 喎，伊 software 喎，咱安怎講接咱嘅 email，伊安怎講？伊家己有一個腦袋迄邊有上加安怎講啊 ？B2B 啊，款啊，對。了，咱會使講看到對多邊看到對嘅嘛，只是講你來考慮呢嘛。講你買看到對，伊就無去咯。伊係只 cloud service 呢？嗱講你對，你嗱講你 CCTV 喎，你 IP cam 喎，嗱講派啊咩喎，一邊伊個你 back apa？安怎講啊 ？backup 你到底 cloud 嚟資料嘛，你愛看你考慮，買看哦，係是，你使考慮去到對去看啦。OK， 明白，對，但是我無需要去看，考慮去看到對，反正因為我之前嘅時，我 on the spot， 我就看我 video 嘅時就吹無了嘛。我迄陣是無拍過嘛，嗰時上就是上無講正一點鐘後過來看嘛無嘛，是迄個點聲看迄個點聲本看會到嘛，因為咱 set record 喎，還是record 人反正物件喎，有一個 alarm 互人知嘛，迄個點聲有物件經過蝦米，伊互你出來迄段嘅點聲爾嘛，有甲是無，有蝦米物件，人會看到對就對咯，安尼反正咯。你看到嘅時候，阿弟爸爸，你看到到底你電話位啦，到底你電話一寄來嘅時，你看到一時 notification 還是寄一條 email，或者一條效應，還是安怎？還是你一接來啊，你安怎？你特麼你好阿龍看是 screenshot 係咪 ？application 嘅位。哦。頭早我可能看是，等下看到對是，唔是頭媽是迄間，迄個是我 screenshot 起來咧。我所以叫阿龍是 screenshot 啦。screenshot 咧是，因為迄個我是翕啲嘛。我個夾到對阿龍啦嚇，迄個是安怎講 IP cam 嘅 screenshot，咱個看伊 system 咧，我就頭多啲邊頭 screenshot 起來啊。哦，因兩種嘅 screenshot 嘛，一種是咱 screenshot 了後，咱個再 screenshot 嘅嘛。有。OK， 即我 send 阿龍都對啊。阿龍我甲阿龍有 WhatsApp， 所以講甲應 send 啊，即我等下我 send 阿龍。唔是相嘅效應，但是迄個是講有，是我用 application 嘅 screenshot。看到對，哦，I see。了即係你別人咧南西咧，你看到是 valid 咯，你感覺到，你唔是講 valid 啦，你是有感覺到未定？有啊，兩點我都有嘛，這點我都有咧。像咧嚇，你看阿龍，你看伊像嘅，但是你看伊有一個 download 一個 share 嘛，對唔對？迄一間我 send 互你，唔是呢款呢。迄一間我 send 互你是我 edit，我掛掉伊 download 甲伊 share 嘛，對唔對？我掛掉迄邊了嘛，因為你講啊，咩意思咧？伊講你講這個 download 係咩意思咧？這個 download 係阿 John 看，伊喺講是，伊是伊有 interface 啦，伊 app interface 個有過啊。伊 send 來是伊 app 喎，伊
IP game 一 send 互人嘅時我到底邊去看了伊頭叫我 download 嘛。所以你係咩係 download 啦？你係咩 download 啦 ？download 嚟好啊，還是 share 喎？因為我冇 download，我是 screenshot 呢。我冇 download。這是頭一張嚟，這是頭一張嚟。所以我 send 互阿龍嘅本事，我本是 screenshot 互阿龍嘅呢度。是叫我 screenshot 了，我嗰隻 screenshot 到喎，然後我掛掉伊下底喎，會變甲大張去嘛？掛掉伊下底咧，你會變甲大張。如果厲害，你個睇咩 screenshot 嗬？但是講你冇 screenshot 嚟講，咱冇拍看掉咯。你吹冇嘛？你到底係你因為我係主邊，我是講 screenshot 了喎，我看伊點聲你知哦，因為伊翕了，伊就 send 我嘅。我嘅電話了後喎，咱驚講點聲，咱看袂到，咱 screenshot 了後，咱吹嘅點聲是咱過去看咱 gallery 嘅點聲嘛，所以咱該慢慢去看阿幫辦啊，係咩啊，咱免去舉迄個按怎講啊，因為伊互咱後咱嘅record了後喎，過了後喎，伊就按怎講啊，伊就嗰隻一半點鐘那邊嘅位喎，因為按怎講。阿諗迄個點聲，比如講16點56分你翕互人嘅點聲咧，伊阿諗record嘅時，伊本有出來一個 video 嘅啦嚇，是16點56分有物件咧就，伊本有翕來，所以迄個點聲是無出條 video 咧就，迄個點聲無出條 video 咧就，咁我都無甘願，所以講我去看，怎講啊？去看規個點聲嘅 video， 你到底 scroll 佢嘅了，定係你 around 你帶咪啦？快掉你 video。對，所以講吹無咯，因為伊個 app 啦嚇，先就講嚇，咱嚟講啦嗬我唔要就講啦，但是我你講白你話講啊，你用白你話講啦嗬，我 send 啊嘛，你哋是學嘅話講未出嚟講都用白你話。我唔要講 system。OK， 想嘅其實想，我是講愛甲亂解釋，是講，伊是看到伊alarm嘅time時，伊是夾一條嘅 still 嘅效應好亂嘅嚇。伊無夾 video 好咯誒，但你特別到對去 system 看佢點啊，佢到對看啲 video 是唔是？但是冇，若講應該咧是伊夾 video 好咯，參夾效應好咯誒。阿龍你看者嚇，你看到阿諗 record 咧話，我把你 send 電話你看啊，阿諗 record，阿了一個是plan recording，伊是安尼看你啦，你就講有物件啦嚇，有件過啦嚇。驚過啦嚇，伊就出來 video 好咯嘛，對，對，伊一頭寫邊是阿諗 record 咧，阿了若講無物件驚過嚟講下面啦嚇，伊無翕到物件，伊是寫 plan record 咧嘛。OK，伊是寫 plan record 咧嘛，所以迄個點聲會較長嘅，迄個點聲會較長嘅。plan record 是你 set 半點鐘嘅啦，呢？阿諗 record。plan record 是半點鐘，阿諗 record 咧就是講有物件過，蝦米物件了咯，迄個點聲咧，伊就一頭 record 咧。所以講迄一工嘅時候，伊個點聲啦嗬，無即個阿諗 record 咧就，到底 plan record 嘅位啦嗬，我看甲了本是無物件出來。只是效應有出來呢。是安尼款咯。所以alarm record 是，如果是按照講啊，even though 你少彈 alarm record，到底你電話為你 app 為，但係你冇 alarm recording，到底你嘅 list 為。對。奇怪。alarm 嘅冇咯，但是效應嘅有咯。效應有攞嚟嘛？伊 send 好多攞嚟，伊是send 效應。แล้วอาลัมไรก็เลยโบเซนฮัลโหลแต่สิอีเลยสิตัวที่เป็นฮัลโหลใจกงที่เลย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สิอูหลังแกงกุย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จิบคิดละมินอีแอปวีควายลิสต์ก็คิดขวานละก็คิดขวานอีวิดีโอเดียวแล้วลูกขวานเดียวสิลูกโบแกงกุยมาลูกแก้วลูกโบแกงกุยลูกขวานเดียวเลยลูกจะแก้วนี่โบ
แล้ว唔知啦，我唔知本嚟叫蘇花高高馬路唔。特別只病我小英看到只病我阿龍你成日到對佢係一條有手有卡就真假，我看伊真假嗬，伊真假只病我真假，啊是伊是特別卡成一隻大件咯。而家都按看到嘅話啦，你應該看到是咯，你冇感覺真係奇怪咩？特別伊個正卡夾起來對我來講，伊正卡是伊個路途。伊個你壓掉咗，然後伊卡即係直直咧 horizontal 嘅，或者是伊個帶，唔是帶。看唔到佢個，完全看唔到半行嘅，就你正卡，你有一半身軀應該看到嘛。冇，我是講我伊卡夾起來就，伊正卡夾掉起來。你看到 horizontal 嚟。夾掉起來啦，你嘛冇可能干那看到佢哋多卡。冇，就是 because stationary 嘛，伊卡是。stationary 入面是一點掉，所以伊看到一叮當會舞去嘛。你看到伊個頂面，甲咱們成日看咧，然後伊個正手柄嘅。講白啲就是白啲咧，就 secret 是硬講嘅，講白啲就 secret 是硬講。誒，特別咱個看伊個手個，你知道？你可以 zoom in 啊，伊個手。特別你冇感覺奇怪咩？阿 John。你冇感覺奇怪咩？伊成故事啊 almost 冇半行咧。冇 ，because 嗰陣時見是要 motion 嘅時候，你 camera capture 就嘛普及 motion， 等陣你就起來啊，硬講起來。你講硬講你係起來啊？硬講重起來。你看一個手伊正手咧，伊正手，你看到正手。特別伊頭未看到，伊頭砸掉，啊！所以起來啊，一個腦刀啊，準備哈哈，來，好似應該是外天門嘅砸掉哈，砸掉。啊，板東，歡迎。天門嘅面頂，嚇！你天門砸掉，嚇！板東，你看到係咩物件？講就係，你感覺到咩物件？喲，我個刺激了嘛，咁我講。但是這個你真，但是你真這個你無 edit 呀，但是你真無 edit 啦。我當叫我一世人，我怎麼看到兩擺小英安尼看呢？哎喲，就一擺咧，我隔壁厝邊嘅人無去。嚇？歸心嘅。Jadi calling is naga angel of death lah. Oh, 嚟吹。我經驗是講安尼款那是這個小英你無 edit 來啊。assuming 講這是真 authentic 啦。edit 無咩啦。那是 authentic。我看到兩擺，頭一擺早12年在以前加當劍。哦。然後你是 feel 到意思，你感覺到係咪 feeling？伊會形成安款。哦，我一卡好我啲即係病嘅就是一卡係咋哩？啊，你冇阿里巴巴？我冇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你隔壁厝邊有來講無？有常常甲人講過有合作無？有啊，我隔壁厝邊真正好嘅啊！你住去 apartment 還是住去厝？apartment。我 apartment 我隔壁唔是 apartment，sorry flat 厝。我隔壁一間厝，我人想看種四間門咯，頭前兩里，我甲我隔壁咯，我人四間門真正好嘅，真正有來往嘅。Jadi lu cakap floor angkuan lu bat kali ulang lah. Cakap floor uah bat kali ulang ah. Bat kali ulang lah. Ukoi sin bo, cai celai pai lah bin ukoi sin bo. Cai tai ji hoa sing ulang ukoi sin bo. 冇啊，你知唔知你辦咗啲幾年啊？我講這裡 wing 啊，喂，係咪寫嚟係你窗開聲裝嘅聲嚇我係，這就那聲是裝。啊，南西都做嘅係咪屏東嚟。哦，屏東 ，OK。唔是話屏東嚟。屏東窗開聲。哦，屏東窗開聲嚇到我仔。It's like kung di ko leo khaling Bandung di kau baru lah ha
到今年啦嚇，其實講我係 wing 這邊啦嚇，是無人歸線掉咯，無人歸線啦，對。應該是，那是你無 edit，這是法律啦，這裡是伊唔是拍是，伊是那個伊愛帶人對起的。我都是感覺這是私事。我意思你是講馬里吉啦。是啦，我能叫馬里吉啦，你能叫是我能叫馬里吉。意思係講，要帶你，就要帶下你要歸線嘅人去。可能伊來帶我咧，我估對嚇，有可能嘅。有時我破病。因為我 cancer 是2017、2018，我開刀，2019我都個做刀會開刀，做兩刀會加本呢，一刀開刀，安尼款咯。有可能伊survey啦，有可能伊survey啦。伊survey。survey 我名個等咯。呀，特別即係普通嘅人咧，即係一穿長袖圍嗬，定穿一穿長袖，你伊個卡我哋奇怪，我第一明顯就是伊指甲安怎嚟變嘅啊？伊指甲講唔是咁樣普通嘅人嘅相，伊第一奇怪就是伊卡安尼大。嚇，伊卡大大隻嗬，伊指甲白白，伊淡薄成個白卡呢，唔係成個人嘅卡咋，咱嘅指甲係哦。大仔啊邊啊過去，迄個查理鏡，你卡嘅查理鏡個了吼，無可能跌嘅咋，即係只跌嘅可能啊。應該是查某嘅 video。阿 John 都看到伊是垃圾。垃圾啊！伊唔是個嚟。咁水節咯，冇啦個啦，個嚟節咯，三四個。你只是講咩？可能垃可能。伊較闊咧，係較闊，對，較闊咧。好啦，伊卡甲大機啦，伊卡甲大機啦，咱看咧佢甲字。OK，咱看，咱 analyse 手嘛，你 analyse 手，伊感覺伊是成個穿白色嘅恤咧，長袖圍嘅恤。我感覺一直穿成個是，我 feel 到成個是。但係無管只鏡，你看到是成個人嘅形。我看到頭先，我想到是咩？我想到是你。呢度有一種另外一種是個穿白色嘅衫櫃頭嘅啊，我 feel 到是佢一種嘅人咋，特別我感覺就是查某嘅咋。你感覺就是查某咧，我嗱啥事？查某，你就是講伊指甲，伊像是有色咗，伊指甲，伊嘅發光就對。一色嘅咯，伊唔是咁普通查某嘅話，應該伊色嘅白色差不多像嘅嘛。我上次 feel 到我伊股七色啲伊嘅指甲樣啊。伊是透切卡咧，還是穿襯拖？你講？伊奈。哦，伊奈。我感覺講是家己愛飲咯。家己愛飲無穿卡啦，無穿鞋啦。伊無穿鞋。伊奈是按照講人教因嘅是份啦，嘅人家教因嘅是唔是講是我逐粒超仔嘅面頂嘅。係啊。佢哋叫伊奈。你睇到伊手正手，我能是叫伊奈。正手係，伊正手是成啊！你會看到伊鐵機正手邊嘅伊板啊，唔是板啦，伊個卡頂面後背手板。你看到手板成行咯，所以哎呀，喂，對啊，對，人行是啊，行咯，成個人行咯，有可能是人誒。是講做咩事你未看到伊個是無？有可能你鋪掉咧。你講是人嚟講，個無理由嘛？如果是人嚟講啦嚇，我係即係蝦米喎？我係蝦米 video 啊？一定要會 send 互我到對。因若個聽袂到，本來我 video 我看到對我 video 啦嚇，一定會出來是有人行過，蝦米一定有嘅嘛，對哦。無穿鞋行過喎。無穿鞋行過。sorry 啊，我想問講即係咩？板東啊，板東嘅 M 是真正骨嘛，所以我會看板東啦嚇。即個物件啦，嗬是到底是安怎是對我人這邊嘅人好，還是對我人這邊嘅人無好？因為伊即個物件出現咧過了後啦嚇，無久啦嚇，
無估啦，我係記講啦嚇，多嗱一年那邊本啊，無估不是一年那邊本啊嚇，我係厝嘅電視機本有幾拿刀直直家己開嘅咧咋。You shit！伊半暝3點啊，可能嚇3、2、3點啊嚇，伊家己開嘅咧咋，伊開啦嗬。了安怎講啊？嚇對，但是我就走去看無人，實你講咯。了我就奇怪咯。因為我係厝3個人嚟嘛，我係某我係囝嚟嘛，then 到尾就困哦，2、3點就家己開喎，所以有2刀還是3刀？成日看到，我根本都無拉沙咧，我是認為講是我囡仔看電視機了喎，伊設伊timer家己開點聲，我是認為成人反正你知哦，了。過了後時，我就 check 到對伊timer 嘅點寫講電視機家己開家己砍嘅咧喎，就搞了無開掉，迄個是 off 掉嘛，無 on 嘛。哦。啊對，有時講你若講困時，好像有聲大聲出來時啊，你會想丟起來丟斜起來，就白起來嘛，對唔對？就白起來看嘅時，這電視機佢開起來。我記住我就每位驚，每位驚就碌查咩有起來開電視機時哦。如果無啊，我困㗎，唔知啦嘅嚟講喺度。我驚無大漢嘅嘛，伊話你個，你暫時話你個幾歲啊？7歲啦嚇，7歲囡仔半暝晚咧加起來家己看電視機，對無？哇bandung安怎我淡薄。你sense係咩物件？你大這間厝大幾久了？我大這間厝啦嚇，一呢樣我買咧這間厝啦嚇，我今日就係講我破病咯，5年啦，5年，大5年了啦，大5年裏邊2019第半死啦，第16啦。冇2017啊，2017我係人講我係頭殼有 cancer。แล้ว過了後去治療後過了後咧，我係巴魯啦嗬，本時有一個 cancer，過了後咧就去掛，到底2021，我俾這間厝是應該是2015，還是2016啦，所以過了後咧，我就就係講人無死了，過了無夠一年。冇啦，你身體病無管到這間厝，你搬了馬上你看病嘛，而你病咧，古早你未搬本有了嘛，是講伊無安尼款阿咪咯，無安尼款食力咯，安尼款咯，而你是愛知你身體安怎呀？我sebenarnya我愛問你幾哪個，但係無爽去即安尼無方便啦嚇，我無在條問路咯。OK，我真正 respect 人嘅 privacy 嘛，我無在條問人嘛，關咯。你 after 落 email 時你計你講你無你。你會使，那時你會使為我表見我可能我唔表見咗啦嚇。阿里巴巴比較堅嘅時候，每個一齊講喎。我是應該是無咁樣啦。有堅 OK，無代志啦，無代志。你這個白話梅，你是大人古早安怎對人？你再講，你是大人古早安怎對人？我是講你白寶啊，你媽你爹你對人安怎？對人好無？我就講我爸對人是真正 OK 啦，真正好啦。我媽咧是會加迄個淡薄啦，但伊人加安怎講啊？我媽因為我媽是唐人嘛，伊會加性地加無像加華人較歹的無歹啊，反啊，所以伊會加對會加較赤，伊袂講我伊斯蘭嘅事是講對會加赤會加。一個教啦，一個教人啊，講教教幾時嘅人。伊個要我驚啦。你病蚊呀？你病蚊是也都發生了嘛？咪小也袂了啦，是講我每
你爸你媽對人安怎好無？因為當時咧，我人做人無，我人唔知，我人無啥得無，我人有得罪着人安尼款，就當得罪着人，人就揪抓你咯，講你無好咯，人會使甲提供討的嘛，希望話即個人嘅子孫無好勢啊，人唔知嘛。對。jadi itu TIT lu lifestyle ukoling uka bu aneh kwan buka bu aneh hola lu lifestyle ukoling lu coba lu mang lu kaki lu kuca hao sai dem je anjua 可能是我做工咧，我是會較 strict 唔好啦，可能是會較安怎講啊？因為我頭家落來就是我咧嘛，我較早做工嘅時，我頭家落來就是我咧嘛。然後我嘅下人是真正濟嘛，所以講人嘅 control 伊人安怎講做物件無咁，人哋就是因為人較 strict 嘛，為公司嘛，對唔對？所以會較係呢咯。嗱，我人安尼款嘅物件，我人袂使講。kalau si Chowki supranatural bisa, walang ayong logika juga, walang ayong logik tampo juga. Walang calling tak lang sinte la bin kanker virus. Si ko walang walang antibody kuyong untuk fight kai, biar walang butuh cancer gitu loh. Jadi calling si lu singku uka cuan lah, wahami jadi lu antibody suka lu kanker kemungkinan lah. Suki si Bandung lang mah ho. Mana kau wahami mikir kong ajon tu bo. Esai kong. Ikan lah ho, mana kong tahu kong Malay kat ikan sen tu. Mau taji. Okay. Ni maybe si kong ancau si kong kemungkinan saya kebanyakan tu saya kerja tu dari pagi sampai malam. Lepas tu kebanyakan rehat tu memang tak ada. 1 tahun 365 hari tu memang hari-hari saya kerja. Itulah. Ya. Sebenarnya nggak masalah. Mau kerja bagaimana capek pun nggak masalah. Yang paling penting kita harus sadar bahwa diri kita sendiri itu ada sel kanker. Ada potensi kanker. Jadi kalau stamina kamu tidak fit, kamu capek, antibody nggak kerja maksimal, pasti kanker itu naik. Yang menekan sel kanker adalah kita punya antibody. Betul. Kita fight di situ. Okay, tapi setakat ni saya tak ada masalah dengan sakit saya sebenarnya. Pasal apa? Pasal kita orang kata tadi, saya dah redha. Minta maaf Sukri ni apa ni orang Islam ke atau saya Katolik, tapi nggak apa-apa, saya mengerti tentang Islam kok. Sebab awak orang Indonesia memang awak kenal mengenai tentang Islam kan. So saya dah redha, sebenarnya saya dah redha. Selama beberapa tahun ni saya sakit ni memang saya redha, and then saya ni orang kata apa ni? Dari mula sakit tu sampai sekarang memang saya dah orang kata hari-hari memang berdoa dengan Allah Taala, dengan Tuhan kan, supaya kita orang sentiasa boleh hidup apa orang kata apa ni, aman dengan selesa, jangan ada jin-jin apa semua yang duk diganggu. Dan sebenarnya saya punya risau tentang orang rumah saya, sebab orang rumah saya adalah kakak dia tu memang kuat dengan benda-benda macam ni. Takut kakak dia yang duk ni kat dia lah. Faham kan? Maksud saya faham kan? Tadi awak cakap sama saya pun saya sudah tanya, awak punya teman yang di sebelah. Sebab kita manusia nih lahir tak sendiri. Kita pasti bawa teman. Yaitu yang tidak kelihatan mata. Makanya dia tadi bilang, sebenarnya awak nih orangnya logik. Tidak percaya, oke, kamu sudah bicara tadi ke mereka bahwa kamu tidak percaya begituan, tetapi kamu harus tahu bahwa manusia dan alam begitu itu diciptakan berdampingan. Ya, betul. Janganlah sampai kita tidak percaya tapi malah melecehkan. Okey, andai kata gitu. Kalau saya nak elakkan benda-benda ni macam ni, ada tentang macam keluarga saya ke apa ke, nak elakkan orang perbuatan niat jahat kepada keluarga saya harus lakukan bagaimana nak lakukan untuk elakkan benda-benda macam ni kepada dia orang.
sebenarnya dalam Quran sudah dijelaskan bagaimana dan Ya, jelas betul. dalam Quran pun ada dikatakan ku ampusakum wa alikum naro. Ya, betul. Ya kan, bahwa kan elakkanlah keluargamu dari sisa api neraka. Ya, betul. Kan seperti itu. Jadi Al-Quran sendiri pun sudah membentengi kita bahwa kita harus seperti apa. Ya, betul. Awak tidak perlu jangan terlalu tersugesti bahwa oh saya begini karena itu. Tidak. Allah Tuhan sayang sama kita. Yang Ya, penting betul. kita berbuat baik, ikhtiar itu harus ada. Ya, betul. Gitu loh. Ikhtiar harus ada, nggak bisa tidak. Artinya apa? Segala sesuatu manusia itu ada batasnya. Ya, betul. Biar yang di luar itu kita serahkan kembalikan kepada dia. Yang penting hablum minallah, hablum minannas itu dijaga. Ya, betul. Okey, Encik Sukiri. Macam ni lah, kalau yang tentang benda-benda macam ni, nanti kita dua sembang peribadi. Pasal apa kita sini? Kita pun malu dengan grup. Kita pun kena harus kena ni kan. Saya minta maaf sangat-sangat dengan John. Dia sangat Nggak apa-apa, Sorry nggak ya, apa-apa, John. santai aja. 对啦， Makanya 这是咱 tadi 数 kan 字 saya 的代 tanya, 志。 kira-kira Adil Lavia 講得就好聽啊，我梗係屬聽啊。而家好聽。就是我這禮拜一單位一個全世界講馬來西亞無是講你講淡薄讓你聽到陪陪啦，是聽 makanya tawa mui 啊。誒，淡薄下我要解釋下，我無咩好聽一 wa mui 句，淡薄 ini bunte bu Ha. aneh kan lo 淡薄伊講嘅一句我無咩好聽嘅嗬，啊阿你爸爸，就是你講下面格格誒，我無咩好聽，下面格格下面。你知啊？哦，我是講外婆嘅子。哦，OK，咱 OK，leave it at that，咱家己數字是個講，哦，伊有想去教插較濟迄個，佢幾時先嘅物件，咱都是講，係哦。啊，對。哦，OK，即啦一，時人就講啊，啊，即一時人啊。係你講。因為我全部照看到是椰子啦吼，伊直直講咧，人講咩啊，接，講接啊咩啊？接龜，我人叫 hysteria 叫咩啊？哦，hysteria，啊，接龜啊，是你網站我唔了叫啦，伊直直 hysteria 啊 kerasukan 啊， kerasukan。哈，對啊，直直講啊，即係咩 hysteria 哦，等你無久啦吼，伊會變得上下是想會無捌人嘅喎。伊部大個人啊， nah lu kok histeria ya lu lang na kong histeria lu lang ai chai isi stres depresi asi jipui 嚇冇想嚇，咗，因為一直椰子啦嚇，椰子啦吼。 lu ai mui i sa wa anjua i stres bu i berarti stres depresi 一舊年，一三到舊年咧，一三到舊年，每到舊年離婚，每到舊年離婚，誒對直直去隨某麼？哦，直直去隨某麼？貴㗎啦，杯啦，嗬，直直hysteria，是嚟看咯。哦，原來網球嘅啦，你運動你寫球嘅我只驚啊，你知哦。運動同埋，潮咧成一隻人可以。運動潮咧成一隻人嘅。因為咧，你講嘅係，頭先你講就係講，伊就是想到講，伊經濟嘅物件一頓，我驚。OK，等陣，我咪講你之後，個是你你叫咩暗潮？暗潮。你講嘅好，你即係有幾時個時成有只條別個人出來人啊，那個樣出來人個無到正堂講，咱時候人數錢自己講啦，咪到正講咯，啊別人嘅數，特別我是講，是聽了，哎呦，哇，同我講是 exciting 喎，我係 video 發放阿龍嘅邊個，我係邊個人 react 對人講。OK，我。先運動，拍攝嘅老人咯，不要緊啊！แล้ว運動咧，運動我唔每個先數點啊！你到正正人講每運動叫運動起來講直接是個了運動講嘢告訴個了，是唔是？伊有一個伊無 update 嘅helicopter 嘅。哦，特別 helicopter 是數錢講嘅嘛？數錢嘢啦，我哋冇數咯。哦，都特別叫 helicopter voluntarily 起來講啦。有物嘢就，你在運動教講嘅物嘢就，because 運動要自己伊講我全部未好食咗就，
所以我讀 privately，I mean 我即本是我 private 本來特別唔要緊啊，我成個我是講後年嘅。伊是會 protect 你嘅 privacy，你嘅基本 volunteer 講是乜嘢？講我 after the session 咧，我可以咯，所以我有解講電話咯就，伊就叫我做隻物件。就是講這是到對你邊樣嘅處啊？東京哦，讀一間，哦，是，東京看掉一間，嚇 ，OK。如果我係已經會被實冚嗰陣，哦，就當時就被開掉，所以我咪開掉咯。但係嗰隻物件咧講，你我一叫我叫俾一個 wind chime 就，我就叫俾 cheap 嘅 wind chime 就是講風吹佢就是叮啷叮啷，就是係咩到㗎啦。你講紅鈴掉咧好淡薄，即係叫紅鈴嗬，我是叫吊紅。紅鈴掉嚇。所以我 actually 我佢講我唔知做咩事啦，你我按啲嚟。我有一個 auntie cleaner 嚇，伊嚟講我洗厝啦，佢又話我都有做事啊，我就係見佢琴日啊，我就係厝嗰度就係見咗咯，我想講哇，見隻 auntie 嚟，我未必夠睇，家己真是，就咁開咗，我就係見到我就係見佢琴日，家己真是，特別我冇特別 actually 我 until today 我 still 係聽到聲過嗰陣，係咪聲啊？你就是我甲侬講過咯，就是你車馬嘅聲啊。哦，鏗啊，有冇啊？車馬好像好像伊就是講有一個杜喺對面嘅啦，唔不過嚟聲。特別有可能是特別因為當聲啊，就是咪做夜當聲無。哦，我是今日走去看走下，無物件，無鳥鼠，無半蝦米無，佢辦出有迄個聲咗，我 always 聽到嘅咗。David Chang 到底 YouTube 佢講 wind chime can attract spirits 本。特別數據講伊 attract 咧，可因為掉啲病嚟，所以別做亂。我聽了掉啦，別個其實你運動跟我講wind chime 咧，伊會白掉樣。我前面叫我妹。亂㗎了啦嚇，運動會使啊，是南西㗎啦。你都唔知我同你講，我未特別亂講，我講成日有人看你，你看你感覺我講我就少有你看你 feeling 嘛。我把你家頂一禮拜搬 office 了，我就啲倒下手人貼物件咯。因為有一個唔是一個呢，一個hallway，一個行路呢嚇。我在搞平時，我直接感覺到成個，我冇想講是鬼看到我是想講我係當樹徛到啲黑邊，所以我直接看起來，冇人嘅，攞三刀，所以我唔知講係你新嘅表，特別新嘅 building 比頂到舊 building 較新個，所以係你舊嘅 building 是較垃圾咩？我挑佢就這物件啦，這邊新嘅我都唔知個有冇冇咯。我實在新嘅 building，我成日 feel 到成部行過啦。特別我啲感覺到成日有人徛喺後邊看到我啦。我唔知係係咪物件啦。即係有當時是 object 啊，你想有一啲物件，你看起來成一個人嘅身咧，所以你目睭成 recognize 講，成日有一個人咧看起。特別我看起嘅時是無感覺到講有成個人形嘅可能。我是 feel 到講有一個人看到我，直直頭直直夾起來，因為我是想我是當初你是 Apple 嘛。有個只人做工，入也搬物件，入出嚟看，特別我唔知做乜事，唔是張會，做張會冇知道，我即幾禮拜到對面做，所以我有啲 feel 到實時到，你看你成個人看到我。有時講有幾個是我只係講 report 可能聽。較濟是有啦，是你 feel 到特有人看到。特別我冇驚喎，我冇垃圾安針，我冇成個講垃圾就驚嚇呐。我是想講，我有人當初，你咪是做物件，你頭下條做物件，你看到人行起來，你咪是想講，acknowledge 相者，你夾頭起來看住咯，特別夾起來無人嘅咯。安尼看你感覺。因為根本都無需要驚。我同你講啦，你這個物件啦 ，actually 啦，跟人第四個topic有關係嘅啫。哦，你講你 parallel universe。有關係咯，because 我就看你戲你過後，我去讀淡薄，甲一個寫一個甲一個 topic 有關係嘅，上下是有關係。OK，確定到對嚟，我已經聽起啊，I think，未必聽起啊，這 episode 人哋是鬼 episode 是後尾辦嘛就，頂住你快樂聽到就是你 parallel universe 咯。你個看起來就咩？你做咩事看起來咧？咪就你個睇就聲。我看到我電視機咧 result。
你看在人講 live 嘅 result，豬出聲啫，咩事啊？冇啊，佢豬人會幾包槍，頭得，我本是想有都有看，有人看咗你，你感覺？啊，是啊，我常常有嘅啊，有時我多啲做掉我嘅物件啦嚇，即一邊過看，你無半行啊，直看啥有人看到，我頂到唔捌有呢感覺，我真係少有呢感覺。誒，我你有嘢是有咯，我破病啦，後時我直接我處理嘅嘛。你講阿里巴巴，我都唔知啦。我嗰第二個故事是講是正古嘅故事嚟，佢有一個我大佬講過咧嘛。嚟講下聽。講多呢邊啊，我上個是甲迄個物件做坐上一個 lift，然後我定佢做工嘅時喎，我真正暗對嘅嘛，真正暗對嘅。然後有時對到厝3點。然後我暫時我冇多即間厝過啦，多北間厝啦，我是上即個上即個 flat 啦嚇，多北冇上徑啦，冇上 block。我就講辦公堆啦嚇，2、3點啊，冇上 block，冇上間厝，然後2、3點啊，然後就冇人咧嘛，真正順意嘅嘛，然後我就家己叫一 lift 去第14樓冇錯嚟講啦，第14樓，然後我就感覺講啦嗬。呢邊有成有人咧，但是一邊嚟幾邊去看來看去，看無人哦。你視覺嘛，對唔對？我直頭多啲角地杯去看啦嚇，無人啊，無我行啊。啊你我出 lift 了後啦嚇，出 lift 了後我諗出 lift 了後咧要搬上嚟出口，人生嘅嘛。上一個 Y shape 嘅嘛。出口。Y shape。就講wing wing 1 wing 2 wing 3嘛，對啊。然後我係是 wing 3嘛，我行到 wing 3嘅時候，我係厝嗰時多較中央，你知我諗即係講一個 wing 我有差不多只是12間厝啦，一個 wing 有12間厝啦嚇。我係厝是多啲中央位你哋哦，中央位，我行嘅時咯嗬，我感覺講有一個頭啲看我你哋哦。然後邊個看時就無喎，邊個看時就無，常常掉誒，即款啲物件常常有誒。然後我多數我看到嗰啲物件，我感覺嗰啲物件時啦嚇，伊就唔出來互我看喎，所以講到馬路我無相信就是嗰啲問題咯。過了後，我會記講啦嚇，過了後啦嚇，無久嘅點時啦嚇，我就破病就是去開刀是咩啦？是應該是。Crystal itu si ami apa叫啊咱講隻無筍係咩咧？叫係咩咧？叫蛇係咩咧？嚇？蛇，哎呦死，蛇咩？蛇地層，金積，唔是啦，隻無筍啊，食金積啦，隻無筍金積。甘蔗啊，唔知啊，我唔聽咗。甘蔗是生糖喎，冇多。真正甜就，咱嘅胃真正甜。哦，胃甜，咱胃真正甜。掉積，是啊，是叫胃甜哦。掉積啊，定是。你講不來得係唔是？掉積，我表完咗叫。未消化，然後食未消化掉積啊。哦。你英國中無啲咧，應該會曉啩。哦，這是樂觀嘅名嚇，別見咱凊彩講咧，無啲人講什麼有結婚，什麼你等人先生。凊彩講啦，一過了後嘅時啦嗬，我就多樓啦，多挪熱樓啦嚇，我多樓嘅時啦嚇，我多挪冷嘅嘛，我多辦嘟啦嚇，多辦嘟啦嚇，搞咁嘅事啊！辦挪熱冷嘅嘛，我辦經啦嚇，我辦經冷啊嚇，我辦經啦嚇。喂，佢講啦嚇，我多喺經啦，是我就係經啦嚇。我辦經無人嘅呢度，你報咩事本是有係咩咧？有啥爭嘅機會有人綁迄個袋咧嚟會綁啊？叫咩？哦，maybe 有你 automatic 嘅咩？搶水啊！哦，搶水哦，伊唔是 automatic 嘅啊？你過咗後啦嚇。唔是，就慢長追，整個冷嘅超輕哦，特別呢啲節就係一個，唔是，呢關你唔是我對面的嘅嘛？伊壓電巴槍啦，伊講唔是電巴槍，
迄啥呢 ？flush，咱截掉咧，咱你手就要指者啊 ，brush 嚇，你是用手啊，伊唔是指嘅喎，伊是用揪落嚟。哦，迄個較固形嘅，即係一條索安尼條條嚇。迄個斑嘟咧，嚇，結果迄個條條是掉去面頂嘅嘛，伊個即是多啲下骹多啲咱嘅八隻後尾呢。迄個突直直有聽到，你睇哦，直直有聽到，啊，你我都無困啊，啊，都無看到人入來啊，安尼款啊，แล้ว過了後我就邏輯多喺邊啦嚇，邏輯有啊，迄個數咧我就對啦嘛，就對啦後咧時哦，我暫時我未夠熱咯，我是多rumah bujang嘛，rumah bujang 嘅時我對佢講是，我破病嘛，我因為我厝位我到rumah bujang 時我無隔地咧嘛，我是困土卡係一個地籃嘅嘛，แล้ว無方便嘛，因為我報道嘅時無方便嘛，我就困聽咯，聽有 cushion 嘛，聽有 cushion 喎，แล้ว我有一個病，伊個是算起來是會使算起來是我嘅某嘅籍嚟咧喎，算起是我嘅家己，算我嘅 friend 就對啦，馬路無地啊啦嚇，算我嘅 friend 就對啦，嗰是我嘅某嘅籍咯，แล้ว我能多上一間厝3個人嘛，參朋友，算起來是我較早是朋友啦，我無甲我某交面嘅事，就毋是伊毋是我嘅籍嘛，是我人朋友了嘛對，แล้ว我就困聽了哦，一半暝起來去對咧嘅時啦嚇，一看到一個烏影刺了我嘅骹嘅，喲，一看到烏影刺了我嘅骹咧，伊出來咧，伊烏影看要走，伊烏影看要走。伊成日看到伊甲我講啊，反正，แล้ว規我你知啦，我人會教嘅人嚟講，伊人有看到我迄個物件，蝦米喎？伊人是達到我人會念法蝦米嘛對，所以伊就念，伊講伊念咧，伊就走咧對，你走咧嗬，過日嘅時，伊覺得看到覺得迄個物件揼我嘅骹，我就無感覺，半行喎，是安尼款樣咯。哦。過了後，我好了我就去做工了。我去做工咧，嗰隻暗頓嘅時，嗰隻常常有拄到嗰啲物件咯。常常有人會去咁講有物件看人了咯。但是我就無看到伊就是安尼款咯。安款了咯，好了。一看啊，無相信你講啲物件發生在身軀裏面。是啊，所以講到今日，我是未相信過咯，就是安尼款咯。上排我都是伊是 model 嚟，伊是像個 expert model。I want to believe。都有呀。你無相信嘅，佢都 continue 嚟講嘢啊。是，因為人我係人是安真係是，你看到迄個物件啦，我梗係去接受。我無看到，我是無相信。我係人是係你 skeptical believer 啊哋。因為愛相信過愛相信啊。是因為。即款嘅物件，無講咩物件啦，因為可能是關係就講我做工嘅時喎，咱做工嘅點時啊，咱愛就係講，安怎講嚇？你嚟講，你係做一個putusan啦嚇，比如講，迄個人講，即個人無好偌即個人做嘅物件無好嚇，咩啦嚇，你唔知頭唔知尾啦嚇，你就去聽迄個人啦，你唔知半行嘛，你別做一個安怎講？正確答案我攞到自己hukum迄個人是無好，無呢？你未較濟，你未 research 個了無相嘅 side story 啦，你想無相方便嘅故事，你未使一邊講就相信你看啦。伊就看個了，伊就看個了。一看個了，人家會相信，人家會做一個putusan，講迄個是對嘅，迄個是有嘅，安尼款咯。putusan，決定。當然我被決定。你講。即個物件你看到，你講兩世嚇。你若講即個垃圾物件啦嚇，即個垃圾物件啦，若講我就講，我有感覺到迄個物件啦，我無看到過嘛，我就算未去決定講。真正有，嗰是無個咯，是安尼款樣咯。明白。我當然我不讀山呢，就是我好人看我係食物件，我係 food camp 嚟啊。我看到我 food camp 啊，等陣我哋話我後尾食。你常常食好料嘅。哎呀，希望佢開入面食嘅好啊。
昂啊，哎呦死，等陣我 try 下。哎呦死，你講先啦。藍無水啊 ，food。即係你看 neutral 啊，即 neutral 無會。哎呀，話麥啫。等陣我琴日鬼聲無，我聽我成日要食鬼呢，我琴日鬼 music 聲。แล้วลองขอดูว่า camera บ่อ่ะลองขอดูว่า food camera บ่ขอดูว่า food camera โอเค特別冇 center 嚟講啊。เนี่ย我瞧着的 OK 这是我按怎么改进来啊哦你看伊啊伊这个比啊这个啊这个把度小小的就还是佢咪佢范围做小小所以我會件個別領起攏看到裏面上面哦omelette 啊呢種係水啊伊 omelette 一把omelette แล้ว幾把แล้ว菜แล้ว個米哦你大你啊你筍哇我做哇個小小個哇可能講佢哋酸菇嘅時我實食แล้ว個好即係豆油淡薄啦แล้ว個有白胡椒加cuscaro好深依家其他啦依面I think 是依些是 instant 嘅咪是哦那是 instant 嘅instant 哦 instant 嚟嚇特別卡個有食有菜嘅咧依計了嘅當今講個平時感謝大家睇下有開到啲會但係上面會請食嘅會請食嘅會感謝大家這禮拜都對嚟看話要死位讀你看查就冇好你攞嚟笨蛋嘅嚇我會喎佢有笨蛋我會喎我頂住咪成我斜講下我斜講我做物件嚇我做物件我斜講我這邊我要去開喂就喂把沙咪boil啦我咪是見過一盤出來咯我杜插落去啊嗬我就要見就我看到杜插咗你看下我琴日個 Q 起來行到嚟個叫為 stove 我唔係笨蛋喎即係咩事我笨蛋平常時有啲物件我冇笨蛋啊即係我嚟想想哎呦唔係咁好啊一個 Q 出來感謝特別嘉賓這禮拜特別嘉賓啲 Google Meet 啦個有Google Meet 出哪人呢出那三六三個係你呢跟阿龍呢แล้วก็ Clubhouse 係人嚟講故意講述嘅啦 Clubhouse 係一大電嘅啦即係運動每期嚟講แล้ว即係是係咧背山是住咧嚇蘑菇啊唔是啊我背山鳥身是蘑菇啊嚇哦 OK 哈哈哈對我看到一面啦哎呦我看一隻咩物件雞卡啥物唔知伊係咧食物件啥物唔知咩伊困嘢定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咧再見佢到底嚟聽鬼故事拜感謝拜拜講拜拜大家拜拜。